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4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49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截止10月27日早上8点的作战信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击退了俄罗斯34次进攻，白天在前线发生124次冲突。根据总参谋部称昨天俄军发射了1枚导弹和83次空袭，使用了1枚导弹投下202枚制导航空炸弹。此外，他还进行了4039次袭击，其中74次来自多管火箭系统，涉及6190架神风特攻无人机的进行摧毁。在扎波罗热地区的索洛德克、里夫诺皮利亚、扎利兹尼奇内、涅恰伊夫卡等10多处定居点进行了空袭。赫尔松地区的奥尔西夫卡，在北斯洛伯战斯基和库尔斯克方向，昨天发生了一起战斗冲突，敌人发动2次空袭，投下7枚制导航空炸弹，进行了154次攻击，其中3次来自多管火箭系统。过去一天乌军国防军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8个人员、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区以及2个敌方火炮系统，也就是乌军的这个远距离的攻击空军和这个导弹部队及这个前线的俄军。不过咱们昨天也说了这个俄乌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克打的是越来越惨烈有一部分俄军通过渗透，对吧，3322渗透进入波克罗夫斯克后方就是乌军的防线后方，然后再集结。根据这个泽连斯基的说法泽连斯基在突出部前线乌军第79旅指挥部又去前线视察哪里最危险就去哪里。这个泽连斯基说我们正在进行反攻行动，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我们的部队也给敌人造成了重大损失，160平方公里土地被解放，另有170多平方公里正在被清理，7个定居点被解放，另外9个定居点正在被清理，近100名俄军士兵被抓俘虏，造成超过2500名俄罗斯人伤亡，1300多俄军士兵死亡。乌克兰正在正义地保卫自己的土地，我为我们的士兵感到骄傲。这个泽连斯基跑到前线去继续鼓舞士气并且泽连斯基在前线亲自辟谣，驳斥了俄方关于乌军在库皮扬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地区遭5000人规模包围的报道，称其纯属谎言。这个俄罗斯在这一块很擅长这个尤其是格拉西莫夫经常靠这些消息来蒙蔽普京，然后让普京在国际社会上丢脸。每次普京在国际社会上外交场合总说不是1万就是15000，要么现在是5000，乌军被包了饺子他们的前途只能是放下武器就地投降，否则的话格杀无论。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事后证明都是子虚乌有，也很有可能是普京喜欢听这样的消息。那格拉西莫夫呢专门给他编这样的消息今天又是给乌军哪个部队包了饺子，明天又是对吧给哪个乌军布下了口袋阵，那普京听了这个就很开心上头但是这个泽连斯基也承认有俄军攻入了波克罗夫斯克，大概有200名俄军进入了波克罗夫斯克，目前乌军正在组织对他们进行清理。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俄乌双方打得非常惨。这个我一直说就不要在乎这个一个定居点、一个阵地、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看整个防线有没有崩溃，防线是不是很稳固，对吧？就是撤退也是有序撤退，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耗时间消耗时间，而不是如果说双方有一方在前线崩溃，那这个很麻烦。目前看不出这个景象，也就是乌军没有崩溃的迹象，俄军目前也没有崩溃的迹象。当然往后坚持下去这就不好说了乌克兰一架米格29战机对比尔格莱德州格赖沃隆检查站实施空袭，该边境设施内曾有俄军部队集结，就是乌军的空军现在积极出动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通报，其旗下的普里马里特种部队，也就是那个老说的叫幽灵部队于10月26日再度对克里米亚俄战区发动无人机精准打击。行动中，乌军无人机在巧妙规避俄方防空导弹后，成功摧毁3套关键雷达系统，包括S-400防空导弹配属的9
56L6型雷达，还有这个叫杰列克雷达以及涅伯雷达，同时摧毁一艘登陆艇。此次打击显著削弱了俄军在半岛对空中情势的感知和水域监控能力。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已发布相关视频，确认上述目标被毁。这个乌军做事啊，还是有板有眼，有图有真相有视频。当地时间10月26日，俄罗斯莫斯科州谢尔普霍夫市一油库发生火灾，此前该地区刚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并发布防空警报。关于火灾原因啊，乌克兰媒体称是无人机拜访所致，而当地俄罗斯的媒体啊则归因于静电导致的这个油库发生火灾。俄罗斯官方尚未就此发表正式声明，这已是该油库今年第2次遇袭。近期乌克兰将俄罗斯能源设施作为重点打击目标，旨在切断俄军后勤补给，此类战略性打击正在成为冲突的常态。有很多莫斯科市民都拍到了视频。当地时间早上6点半，俄罗斯莫斯科的夜空中划过一颗蓝绿色的火流星，一路火花带闪电，非常漂亮直扑油库而去为了防止这个乌军用无人机和导弹对莫斯科进行打击，根据开源情报分析俄罗斯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大量防空系统，包括铠甲 S300 和 S400 系统。这些信息主要来源于卫星图像和在线泄露的地图，显示这些系统形成了一个环状防御圈，覆盖重要设施。地图上标记了绿色标记，就是铠甲还有 S300 和 S400 系统。这些系统经常移动，因此位置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俄军在莫斯科的这个外围冲着乌克兰这边部署了大量的 S300、S400 还有铠甲系统，而且都是移动防空系统。据报道，莫斯科周边有超过50个铠甲系统以及多个 S300 和 S400 阵地，形成多层防御。近期在伊兹麦洛夫斯基区新增了一个 S400 系统，这是反映了俄罗斯人对乌克兰无人机或导弹袭击的恐惧以及担忧。俄罗斯正在加强首都的防御，然而这一切必将是徒劳可以说叫防不胜防首先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它是低慢小目标飞得比较低，速度也比较慢。这个 S300、S400 铠甲对这类飞行目标反应比较迟钝，很难捕捉。第二个就是乌军的这个无人机成本比较，用 S300、S400 这个导弹去打这个无人机，就是地主家也扛不住这个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局长布拉诺夫透露，乌克兰成功切断俄罗斯汽油出口渠道，这些打击确实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深入打击能够成功，是因为俄军大部分防空系统都集结在边境附近。此外，防空系统仅集中在被占领土以及莫斯科圣彼得堡周边，在其他地区要么根本没有部署，要么对无人机无法构成威胁。布拉诺夫说只要避开沿边境部署的防空系统，我们的无人机在俄罗斯领空的飞行畅通无阻。也就是说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它能飞2000公里，1000多公里是毛毛雨就是小儿科也就是说它完全可以绕行去打击莫斯科，对吧？它先往北飞，它从北边来攻击莫斯科，那你只能把这移动的防空系统又调到北边，等你调到北边，人家从南边经过。所以说这个叫防不胜防这个终将拖垮俄罗斯。因为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将近4年，对吧？这在前3年，这俄罗斯人都是生产这种进攻性这个，对吧？大炮、炮弹、坦克、装甲车，还有伊斯坎德尔导弹、沙赫的无人机，都是进攻性。然后这个 S300、S400 也有，它主要用在战场上，对吧？它这个用量不会太大。但是现在你看它要生产大量的这种 S300、S400 这防空武器，完了，因为俄罗斯的领土太广袤，对吧？太大，你生产少了吧不够用，多了吧，所以它负担太重。所以说一旦俄罗斯开始保卫圣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其他的炼油厂附近都要放几套，少了不管用对吧？多了那你就造吧。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把俄罗斯就拖垮。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它完全可以蛇形走位，是吧？它完全可以包抄走势只要它飞行距离够远。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最近波兰总理图斯克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他说乌克兰有权对欧洲境内与俄罗斯有关的目标发动打击。什么意思就是在欧洲境内，俄罗斯所有的目标
都是乌克兰合法打击目标。这个就包括什么北溪管道啊，什么俄罗斯在别的国家，对吧？当时合作的项目、炼油厂，那乌克兰都可以打。这个是波兰总理图斯克说的，打了也是白打，他支持。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不是有2名这个乌克兰人把那个北溪管道给炸了，后来他们从哪儿跑到波兰了，被波兰人抓住了。现在德国要引渡这2个乌克兰人，那波兰就不让。波兰说了，这2个人，也就是他刚才说的，就是乌克兰啊，炸这些东西都是合法，那不算犯罪，那你引渡他干啥？这个爱沙尼亚外交部长马库查赫科纳在基辅访问期间宣布，将向乌克兰能源系统追加15万欧元援助，帮助其做好过冬准备。此举使爱沙尼亚对乌能源援助总额达到85万欧元。爱沙尼亚波罗的海3国，这小国啊，也是玩命的援助啊。这个捷克总统帕维尔他说啊，俄罗斯是自由欧洲的头号敌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一劳永逸的消除这一威胁的独特时代。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乌克兰人赢得这场战争，并为他们提供从俄罗斯侵略中解放出来的所需一切，甚至更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将打破俄罗斯帝国的循环，归根结底，这将是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好的投资，其成功程度将超过1991年的那一次。这个捷克总统啊，帕维尔这个说法，我想啊，恐怕欧洲人呢都这么想，只是先不说，对吧？逐渐的开始往出说了。其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俄罗斯好不容易咬钩了的，对欧洲来说啊，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头号敌人，谁不愿意？谁不想有生之年都把这事给办了？所以你说这个俄罗斯咬钩了，欧洲能让他脱钩吗？这就是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乌克兰扛不住啊，对吧？2022年3月份、4月份在土耳其谈判，当然了，你也可以说那个是为了拖延，对吧？与这个普京周旋，这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总之快谈成了，对吧？然后这个英国前首相那个金毛啊，约翰逊跑去，对吧？跟泽连斯基一谈，你跟俄罗斯人谈判是少只胳膊还是少条腿的问题？是少1条腿还是少2条腿的问题？欧洲要支持乌克兰反抗侵略，所以一直打到现在。不光是对欧洲，对很多国家，对跟俄罗斯接壤的这些国家来说，这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打破俄罗斯帝国的循环。这个帕维尔说的很委婉，也就是俄罗斯将要解体，就像1991年的苏联解体。我想啊，一旦俄罗斯解体，对所有跟俄罗斯接壤的这些国家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何况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侵略成性的，只要土地不要人。法国宣布将出兵乌克兰，派1万人。10月26日消息，法国陆军参谋长皮埃尔·希尔在国民议会听证会上表示，法国已准备好在2026年向乌克兰部署军队，部署将作为西方国家向基辅提供安全保障的一部分，前提是俄乌达成某种形式的停火协议。法方表示当前拥有7000人的快速部署应急部队，能在12小时至5天内完成动员，并可执行本土或北约任务。这个法国啊，这个嚷嚷着要出兵啊，也不是1天2天了。我记得2024年春节吧，那这现在都2年多了啊，2年。不管怎么说，只要法国出兵，那这就是个突破啊。最近普京不是试了他那个大杀器嘛，叫海燕，有的叫暴风鸟导弹，核动力啊，据说是能飞14000公里，这还不是他最远的射程，任何目标都会被他摧毁。有记者就问特朗普啊，结果特朗普说啊，他说他们知道我们有一艘核潜艇，世界上最好的就在他们海岸边，所以我们不需要导弹飞行8000英里。他们不跟我们玩游戏，我们也不跟他们玩游戏，我们不断进行导弹实验。但正如我所说，我们有核潜艇，我们不需要射程那么远的导弹。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普京发表这样的声明不合适，他应该结束那场本应只有1周的战争，而现在已经接近第4年了，他应该专注于这件事，而不是盘核按钮。特朗普说啊，该说不说啊。特朗普这种表态啊，虽然咱们听起来好像平淡无奇，但是他这个对普京的打击那是非常大的。对普京来说啊，特朗普这种表态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大家也知道啊，普京是最在乎特朗普，也就是世界大国对他的看法。普京啊，穷其一生啊，就是想跟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装个老大的样子，想恢复啊前苏联那种荣光。他不就是当个老大吗？就是你都得重视我，我很厉害，对吧？到哪儿都得去做 C 位主角，就这意思，对吧？世界上哪儿都有我的发言。所以他特别在乎啊这个大国对他的看法，就是美国。
国啊，对吧？还有重要国家对他看法。而特朗普这种表态呢，多多少少有点蔑视普京的意思，对吧？又说他啊，本来1周就结束了战争，你打了4年了，对吧？你现在应该重点是怎么停止战争，而不是盘你那个核按钮。所以这个对普京来说啊，侮辱性极强。普京想看到的是特朗普尿了，特朗普怂了，特朗普衰了。结果特朗普这种回答，对吧？说我有个核潜艇在你们家门口呢，我不需要打那么远，让普京的这一切努力啊都白费了。普京这个暴风鸟导弹啊，跟他以前所宣布的大杀器命运是一样，都是聋子的耳朵，纯摆设。这一回发射啊，好歹是飞出去了，飞哪儿不知道。但是下一次发射，他还能不能安全的离开俄罗斯本土啊，都很难说啊，说不定又在发射井里爆炸。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导弹啊，都有这个脾气啊，就那个帧数导弹，对吧？超音速巡航导弹。听到特朗普这样的表态啊，普京心里不是滋味啊。这个泽连斯基啊，向媒体表示，他说美国新制裁仅是开端，强调乌克兰仍需配备远程导弹才能迫使普京谈判，并透露停火草案将在7到10天内拟定，但对俄方接受程度持怀疑态度。确实这样啊，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的话，那普京就更加被动。现在整个普京啊，整个俄罗斯就靠一口气顶着的，如果一旦停火，不就松弛下来了？那整个问题就出来了。首先是经济面临崩溃啊，它现在是战时经济，你一停火，那总不能还是战时经济吧，对吧？停火了，你得恢复正常，怎么办呢？100多万的俄军士兵，你让他拧螺丝是吗？后方那么多人靠战争发财的这些人，靠战争吃饭，对吧？这是现实的问题啊。然后呢，欧盟的制裁，他跟谁做生意呢？他最想做生意的对象就是欧盟，结果欧盟制裁他，那他最后变成什么呢？就给2个印度啊卖石油，对吧？卖能源，他也不愿意，他就丢面，他不想沦落为一个原材料供应啊。这是俄罗斯人的骨子里面的一种骄傲。就俄罗斯人打心眼里就瞧不起黄俄，估计印度他也瞧不起。所以你说让他给你送原材料，当作为一个原材料的输出国，那你说这个俄罗斯人是接受不了，而且他的经济怎么恢复呢？所以说啊，这个《每日电讯报》啊，他26号发表一篇文章说，政变阴影下的克里姆林宫，普京的恐惧与焦虑。关于普京的恐惧与焦虑啊，我们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对吧？每天都在聊这个事情呢，聊政变经呢，防政变，对吧？不仅要防绍伊古，还要防梅德韦杰夫，还有普里戈金，对吧？普里戈金已经坏了事，已经走了。但是还有多少个普里戈金，对吧？还要防他的贤侄啊，卡德罗夫卡贤侄，在俄罗斯除了他自己，身边都是敌人，毫不夸张。这就是他这个政权的一个特色。那根据英国的《每日电讯报》26日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本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突然指控流亡英国的前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策划推翻政府的政变阴谋。然而，多位西方观察人士认为，这起政治指控并非显示普京政权的强势，反而暴露出经济衰退、社会不满与西方新一轮制裁的多重压力下，克里姆林宫的脆弱与不安。指控政变被指借题发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宣称，由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发起反对俄乌战争的俄罗斯反战委员会正图谋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权，推翻宪法秩序。对此，霍多尔科夫斯基予以否认，并反驳称此举纯属政治构陷。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主任郝布斯特指出，这表明克里姆林宫正陷入偏执，普京正在不断寻找敌人，以此来强化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这一幕让外界想起22年前的往事，当时霍多尔科夫斯基因公开批评普京而被捕入狱，其石油帝国尤克斯公司被强制拆解。如今历史反复重演，只是普京的自信已被不安与恐惧取代。所以说他要带大号尿不湿呢，这难道是开玩笑的吗？经济承压，社会暗潮涌动。报道指出啊，普京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俄罗斯经济正显现疲态，企业被高利率压得喘不过气，政府借贷成本持续上升。经济部长6月警告国家正处于衰退边缘，金融界担忧坏账风险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连这个俄罗斯自己公布的，对吧？2025年这个 GDP 都已经这个乱套了啊，好像是什么在 1.3 到什么 2.5 之间。总之啊，这个非常罕见，就是一般的这个 GDP 预估啊，你看某些国家，对吧？说5就是5，
差一点的。这个俄罗斯自己居然1.3到2.5，好像2吧，反正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差距特别大。就是他自己啊，为什么不能精准呢？至少说明他没有掌控嘛。你看印度说5就是5，多一点的少一点也不对，一切都是刚刚好。这体现的是一种掌控啊。俄罗斯人自己公布的 GDP 的多少他搞不清楚，差距还这么大，弹性还这么大，只能说明他出问题了。经济不能这样，你自己公布的对不对？说明他自己都搞不准。如果你自己公布是1.8，美西方什么机构给你预测的是1.2或者0.8，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与此同时，国内不满情绪也在积累。本月早些时候，圣彼得堡出现数百人聚集示威的罕见场景，示威者高唱背禁歌曲，公开表达推翻普京的诉求。在外部战场上，乌克兰持续利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国内燃油供应吃紧，严重干扰俄军的后勤体系。不光干扰后勤体系啊，连俄罗斯老百姓加油已经是非常困难了。这个冬天怎么过啊？特朗普新制裁重创俄能源命脉，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新一轮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宣布，对俄罗斯2大国有石油企业实施全面制裁，以惩罚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事中的缺乏进展。这被视为一次致命打击。作为俄罗斯财政与战争资金的主要来源，石油出口收入面临重创。制裁宣布后，俄罗斯石油2大主要买家印度和印度纷纷减少采购，引发市场震荡。这个今天好像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说啊，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会奏效，最终迫使普京回到谈判桌。他说印度啊也将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这个贝森特他还毫不犹豫、毫不客气的说啊，他说普京的这个特使啊德米特里耶夫实际上就是个宣传员，大概这意思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俄罗斯与欧亚项目副研究员蒂莫西阿什表示啊，这是3年多来俄罗斯首次遭遇真正意义上的重创。克里姆林宫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也就是普京治下啊，俄罗斯的高官已经有人开始厌战，他们想停战。分析说啊，从掌控一切到被恐惧驱动。分析人士认为啊，普京近期一系列高压举措，从扩大安全机构权限到制造外部敌人叙事，反映出他的统治正从自信的掌控转向被恐惧驱动。每日电讯报评论指出，普京的权力机器依旧庞大，但其根基正在动摇。当他开始害怕人民、害怕盟友、害怕经济现实时，这种恐惧本身才是真正的危机。有时候倒塌啊，也就是一夜之间。所以好多人老是预测说，哎，年底倒塌，明年倒塌，这谁也说不好，因为他就是一夜之间，突然他就莫名其妙就倒塌了。巴沙尔倒台要多长时间？莫名其妙的12天前，巴沙尔还这个叫固若金汤是吧？权力和位置很稳定，很稳固，但是短短12天，他就跑到俄罗斯去了，流亡俄罗斯。你说这叫什么事？所以很多这个黄俄啊，动不动就说啊，俄罗斯解体那是不可能的，一夜之间的事。这个还有媒体报道啊，说俄军高层信心发生动摇，将军们私下谈论停火可能性。俄军高层将军们已经信心坍塌，前线和莫斯科之间出现明显裂痕。根据前线观察员的分析，越来越多的俄军将军承认这场战争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而继续坚持打下去只是普京一个人的执念。这个关于这个观点呢，乌克兰方面的那个前总司令扎卢日内也说过，就是现在俄乌双方防守能力远远大于进攻能力，所以现在俄乌的战争啊，已经回到了一战之前那种就是消耗战，谁也打不动谁。俄罗斯的这些什么罗戈金，对吧？很多人也都纷纷指出啊，俄军在前线取得成功很难。你面对的无人机啊，分析表示啊，说大规模的乌军无人机袭击，不光摧毁了俄罗斯的油库和工厂，还撕开了军方的心理防线，特别是后方炼油厂和军工兵工厂接二连三的爆炸，指挥官们根本没法假装形势还在控制中。报告中透露，高级军官们私下里也开始质疑战争的意义，他们很清楚，继续消耗下去只会让更多的士兵生命白白浪费，而胜利的希望早就消失了。多名驻莫斯科的高级军官在私下坦言，战争已经陷入战略僵局。虽然普京仍要求坚持到底，但他们心里清楚，没有突破，没有补给，没有士气。既然普京喜欢听什么，那前线的军官指挥官就告诉普京，所以普京坚信啊，一会儿是5000，一会儿是1万，乌军被包饺子了。这个报告说啊，这种情绪的蔓延正在侵蚀俄军体系的核心忠诚，军官们开始相互悄悄谈论
停火、撤军、谈判的可能性。这些话题在过去2年里没人敢提，提就是犯罪。但是现在大家已经该悄悄的在谈论了。然而，俄官方一直还在宣称局势稳定，但事实完全相反。这个就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一样，黄俄们坚信俄罗斯是越打越有钱，越打越富裕。就这种反常识啊，居然这么多人信，有什么办法？报告指出啊，俄军的伤亡数字已经无法掩盖，阵亡和失踪持续上升，而伤员数量在减少。这并不是受伤的士兵真的少了，而是根本运不出来。许多士兵死在战场上，甚至变成了一张2D 图片，但他们的名字还没能登记。同时，俄军纪律问题也很堪忧，逃兵、酗酒、拒绝执行命令情况经常发生。前线的基层军官几乎只能靠威胁和恐吓维持秩序。然而，在兵力紧张的情况下，普京任指挥俄军试图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库皮扬斯克推进。乌克兰的防守虽然有些吃力，但依然稳住了主线。问题出在俄罗斯这边，他们补充了新兵，训练形同虚设。实际上，这个训练不训练也没用啊，因为你面对的是无人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视频啊？这是乌军放的一个视频呢，就在前线，就是那个手机拍的那么大的一个画面里面啊，居然随便数一下，就10几架无人机在天上飞，太吓人。你想就一个手机拍的视频啊，你能拍多远？世界对吧？那个范围能有多大？但是就在那手机视频能看见的空间里，就有10几架飞来飞去的。总的来说啊，乌克兰的无人机在打穿了俄后院的同时，也打碎了军官们的信心。他们开始怀疑最高统帅的决定。这种怀疑一旦形成气候，坍塌就进入了倒计时。报告最后写道，这场战争的代价已经超出任何人能承担的范围，哪怕是发动他的人。我们一直说啊，普京能够发动战争，但是普京他没有能力停下这场战争，停下的代价那就是歪脖子树啊，在等着他。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啊？这个俄罗斯贸易企业协会致农业部部长奥克萨纳·卢特一封信，这个信中提到啊，政府价格监管可能导致食品供应中断。俄罗斯的食品供应要中断，你说这是什么概念？这件事源于近日俄罗斯工贸部和农业部正在讨论一项关于通过长期合同来稳定基本食品价格机制，其目的是遏制某些必需食品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就是必需品，这个不想让它通胀，对吧？该机制要求零售商和供货商之间签订长期合同，以固定价格供应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商品，也就是其实就是刚需啊，必需品，就是米面粮油、黄油这些东西啊，鸡蛋。但是啊，俄罗斯贸易企业协会等零售商反对，他们担心强制性的固定价格合同会导致供应中断。如果价格定得太低，供应商可能会减少或停止供货，价格失控。长期来看，这种干预可能扭曲市场，反而导致价格不稳定，商品流入灰色市场。哎，这个说的都是对的啊，也就是你要固定的，比如说那个鸡蛋10块钱一斤，那行，那最终结局就是俄罗斯人10块钱他买不到，他最后只好到黑市啊拿50块钱去买一斤，那就一定是这么一个现象。俄罗斯都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了，从汽油、柴油到对吧食品，说明俄罗斯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困难，很有可能啊，就像那个汽油、柴油凭票供应，对吧？一次只能加20升或者10升，进入计划经济时代。那么食品和其他东西很有可能也会回到这个计划经济啊，每次就凭票供应，你每次只能买10个鸡蛋，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一直说啊，时间不在普京这边，早投降早受益，普京他就是不听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